一个查甫人到台北车头牵烟雾弹，搁去中山站压倒乌白匹，后来为百货公司的6楼跳落来，救无转来。TikTok 会当继续伫美国使用，中国母公司卖掉8成股份，按照明年1月完成交易。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今仔日下晡5点半的时，伫咧台北车头的地下1楼，竟然有民众牵烟雾弹，造成一个人受伤。那迄个人后来是送医不治。想袂到伫咧附近的中山站，嘛传出有人牵烟雾弹，而且佫压倒乌白匹，攻击4、5个过路人。啊，这个嫌犯和台北车头迄案是同一人。做伙来听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说明。那对于嫌犯，第一时间也很清楚。严惩不贷，全力缉凶，所以警察局也即刻调阅相关的监视器画面，掌握嫌犯。那在刚才稍早，在南西，中山站南西城西的成品的地方，那也直接在处置嫌犯。那目前掌握嫌犯极有可能后来畏罪跳楼。蒋万安表示讲，这个嫌犯是一个27岁的查甫通缉犯，伊从入去百货公司内底为6楼跳落来，后来是救无转来。台北市消防局是表示讲，中山站随机伤人一案尚无造成7个民众受伤，其中有3个人已经乌卡。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到台北车站去了解案情，证实讲这2件代志的嫌犯是同一个人。啊，杜英泰嘛下令全国的车站、捷运、各航空站就要随时保持戒备。行政院长杜英泰唔负书在违法修正案，赖总统家支持，不过若被立委就袂得啦。唔若讲要弹劾赖总统，阁移请监察院来弹劾杜英泰。对此，杜英泰表示讲，唔负书已经是上尾步啊，希望朝野会当阁理性沟通。赖清德下台。大法口号，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19早起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正式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并且展开全国公听会。弹劾违宪总统，守护台湾民主。国民党、民进党立委批评赖总统和行政院长杜英泰对国会通过法律案歪附属、歪公告、歪一评，行为已经毁坏民主宪政，唔奈随启动全议委员会审查，警告要求被弹劾人赖清德到国会说明。总统可以借由不公布法律，使得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形同具文，我们的民主宪政自此崩坏。赖清德已经称帝，赖清德已经完全不在乎全国的民意，国会已经没有办法来监督这个总统，这个怪兽的总统。根据总统弹劾案流程，还有立法院全体立委1/2提议，2/3决议通过，结果送到宪法法庭审理。也若参与评议的大法官袂使伫10人以下，那大法官现有总额2/3同意，而且同意人数袂用伫9人以下，弹劾案的成立，被弹劾人面临改制。在野党所采取的这2项大动作，其实恰恰好足以证明，在宪法上，立法院是有手段可以对行政院长和总统进行制衡的，这没有所谓行政滥权这件事。另外，伫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合作之下，立法院司法委员会18通过加杜英泰移请监察院弹劾。不过，杜英泰19回击，希望经各种救济方式，才不会付诸在违法。唯有暂时让它没有办法生效，所以不予附属，是现在穷尽各种救济方式当中不得不的作为。最终目的是要希望能够回归到宪政秩序、理性讨论的。杜英泰讲，希望回归宪政特殊理性讨论，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即阵知影要弹劾赖清德甲杜英泰，朝野经摕伫遐局面恐惊意愿难解。记者综合报道。宪法法庭今仔日有5位大法官起名公布一项判决，裁定这宪法诉讼法的修正案立法的过程有问题，所以是违宪的。不过，另外3个大法官却认为，即摆宪法法庭人数根本就无够，无审判权，所以这项判决是无效的。
停超过48天，宪法法庭19下晡头一摆复活，做出114年宪判例第1号，对国民党甲民众党2024年底斗阵来修正宪法诉讼法，因为该修法内底关于大法官开会甲判决人数的标准定啊相关，相关条文立法程序明显重大缺失，违背中华民国宪法、正当立法程序，而且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当触犯宪法，即日起失效。有鉴于缺额大法官的继任人选何时产生是难以预期，在这个极端例外而且不得已的情况，将拒绝评议的3位大法官由现有总额中扣除。这个判决是5名大法官署名公布的，验过另外3名大法官蔡宗珍、杨惠钦加苏富美，虽发出公开的法律意见书，无同意这个判决。意见书强调，修正生效的宪诉法明文规定，宪法法庭这项判决必须大法官至少10人，也若即阵在任的大法官只有8个人，依法无从成立宪法法庭。就算是依照这个之前的宪诉法的规定，8位大法官当中2/3出席，也就是要有6位大法官的参与评议，这5位大法官所做成的宪法判决，基本上也是一个违宪违法的判决。所谓的现有人数，如果结合上宪法诉讼法第12条，那要将回避的人数排除在现有人数的计数之外。所以呢，现有人数8名，回避3名，所以现有人数的总额为5名。在野党批评宪法法庭宣判无具有正当性，民进党团是强调有合乎修法进程的规定。违宪的宣告会变得非常的宽，就今天来讲是比较不想看到的，因为你司法没有民主性。你今天如果宣告违宪，然后立法院重新在宪法诉讼法再修有关人数的限制，我现在的宪法法庭一样可以把你否定掉。学者讲，依照宪法法治国原则，任何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拢必须符合法定组织甲权限，司法权更加袂使例外。宪法法庭无法度正常运作现实困境，该决指导应该依照宪法程序补足大法官的缺额。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经济部公告的台湾活动短暂分布图分做第1类甲第2类，不过监察院认为讲无应该用分类来评估风险，影响大家防灾意识，所以提出纠正。即阵经济部是已经修正部分等级来列出所有的短暂。地动人来，天地拢伫摇。台湾伫板块甲界所在有正侪断层，北中南各地拢捌发生地动灾情。监察院指出，经过约顺确定断层分类，甲地动渐细无关系，风险拢同款。随上1999年引起921地动的车龙埔断层，嘛当年列做第2类活动断层。这种分类造成灾防单位对第2类活动断层无哩注重，包括内政部2届修正发布的新版的内政规范，敢考虑第1类活动断层的近断层效应。即嘛，这种的分类去予监察院纠正，是源头误导风灾。1万年以来的，那时候就把这种再把它分成第1类，这个只是定年资料上面的完整性，那但是这样可能会被人家误解。只要是活动断层，我们都应该纳进去防灾的考量啊。经济部表示，2025年以前的版本是甲断层分做第1类、第2类。随上经济部伫2025年10月修正推出新版本，即马拍开经济部地方中心的网站，会当看到修正了后的成果。36条断层无分涉水、无分等级拢列出来。专家嘛建议考虑建筑安全，应该顶开半点。在那个第2类断层它动的话，它的实际发生的地震力会超过我们原设计的水准。站在专业的立场，我们觉得应该是做一个全面性的盘点。针对法规，内政部表示，设计规范已经登记修正。经济部嘛讲，早伫2022年透过公函、官网甲新闻稿加强说明，明确指出分类并无定有是地动渐细，也是危险度的关键，补救演过的人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日本政府今仔日公布一份上新的灾情预测报告，讲未来30年内有70%机会会发生规模7的地下型地动。
这款首都款地下型地动，就是讲这地动的来源，也就是地动中心点的位置，就正正伫咧这首都款的下面，为4个围仔地区拢会造成非常大的破坏。若万不一发生的时阵，恐惊是会造成18000人死亡，40万栋厝倒去，甚至会发生大规模失电的状况，阁有真侪人会有路无厝。这经济损失可能是会超过10条台票。面对这款的危机，日本政府是除了加强确保防灾的措施，嘛呼吁民众爱把这项代志看作是家己的代志，才会当同齐来守护国家的安全。再来看美国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就要脱手美国相关的业务，若无为明年1月开始，就会伫咧美国禁止使用。即马总算是达成协议啊！字节跳动决定要甲超过8成的股份卖掉，用来成立一间由美国企业合资的公司，来负责 TikTok 伫美国所有业务。即间新的公司，因的股东有一半以上拢会是美国的企业，剩的30%会是原本的投资人持有，阁有19.9%是互字节跳动。即嘛有符合美国的法律内底讲中国公司袂使摕超过20%股份的规定。即项协议按算伫咧明年1月22日就会正式来实施，拄好嘛赶伫咧禁令进程。偏颇资讯甲路头顶外媒19报道，TikTok 这篇长周受主18摆时，伫互员工的备忘录证实，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和美国以及全球投资者签署约束性协议，要卖 TikTok 美国业务80%外的资产，通符合美国法律要求，避免伫明年1月面临禁令。根据协议，新的实体叫 TikTok USDS 有限责任合资公司，美国科技界的甲骨文私募股份公司银河，甲阿布达比主权财富基金 MGX 会持有15%的股份，和这间美国合资企业持有50%的股份。字节跳动的现有投资者附属机构会持有30.1%，字节跳动也是本身保留19.9%的股权。回顾这场风波，为2020年川普第一任总统时期，捌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想要封杀 TikTok， 不过川普伫去年竞选期间态度转变，甚至亲身使用 TikTok 来吸引少年选民，佮伫今年3月受访时阵，表达对这项交易真有兴趣。We have a lot of interest in TikTok, and China is going to play a role, and so hopefully China will approve of the deal, but they're going to play a role. But we have a lot of interest in TikTok. 这项交易一定伫明年1月2日完成，这嘛代表困扰 TikTok 真侪年的美国国安纪律甲禁令的威胁，有希望因为新合资公司的成立，暂告一段落，互1.7亿的美国用户会当继续使用这个平台。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澳洲是全球头一个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国家。即阵马来西亚嘛宣布要立法来限制使用的年岁，甚至是考虑讲，这所有的网络平台拢要用电子身份来验证。有学者就烦恼讲，这恐惊是会变作是政府来监控百姓言论的手段。伫澳洲正做全球头一个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国家，马来西亚也计划推出相关的禁令。禁止的话，他都有办法跟你去使用这个管道的。老师、家长都应该去教导孩子，让孩子知道要怎么样的去善用。最近马来西亚一桩14岁男学生杀害16岁女学生的学校命案，引发社会真大的关注。无论家这镜头指向暴力的电玩，也有网络的文化，也互政府伫儿童少年保护议题方面面临更加大压力。马来西亚，如果你追溯回它过去的网络管制的历史，它有一个条文，就是它不管制网络，网络是自由的，但是这个权利呢就会被它要拿回来了。对于网络自由被看作是民主化推动者，到即阵假信息、诈骗甲受骗的言论快速扩散，各国政府拢面临相关的压力，陆续来修案社群平台的这个规范。科技的大企业本身以利益为主，他们是网络安全问题的一部分。缺乏有效的来自国家机关的管制，他们将无视网络的弊端。马来西亚的社群禁令可能要求所有用户完成电子身份的验证，也就上传身份证这官方的文件，绑定伫社群的真实身份。这项计划最近几个月才提出，整个过程非常的仓促，具体该如何实施、细节又是什么，到至今都还没有公布。
独立的媒体机构警告，若是欠缺完善配套的做法，新名字可能对社群平台扩大到新闻流言的所在，也是其他通讯的软体。我们看到，其实政府也有采取很多所谓的恶法来钳制媒体自由，甚至是人民的言论自由。马来西亚即阵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主要规范商业用途，新名字恐惊有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一般用户他们使用社媒账号去注册玩游戏。那么游戏账号这一些很私密的资料，其实并没有保障在这个个资法里面。网络诈骗甲儿童少年安全和有限度的国家介入，看起来敢合理。不过政策安怎执行，监督机制是毋是有足够，依然是充满变数。政府、媒体、社群平台也必须互相有责任，赶紧来完善所有的治理。公司国际记者刘万山，马来西亚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是已经战要4年啊！乌克兰毋但战争无顺利，有估伫咧明年嘛会遇到财务的困境。欧盟今仔日就宣布要提供900亿欧元免利息的贷款予乌克兰。另外，即礼拜美国和罗西亚嘛会针对和平协议搁再讨论。Either money today or blood tomorrow. And I am not talking about Ukraine only, I am talking about Europe. And this is our decision to make, and only ours. 澳盟重量级的人物到场，伫比利时布鲁塞尔澳盟总部举行的这场峰会，各国领导人总算为乌克兰的财政缺口提出解决的方法。未来2年会提供900亿欧元，差不多3.3兆亿台币免利息贷款给乌克兰。Das Finanzpaket für die Ukraine steht. Es umfasst, wie ich es gefordert habe, einen zinslosen Kredit über 90 Milliarden Euro. Die Ukraine wird diesen Kredit nur zurückzahlen müssen, wenn sie von Russland entschädigt wird. 这条钱是动用欧盟预算的财政缓冲，就敢若是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因为欧盟同意只有无出口伫咧战后付赔偿金予支付，乌克兰才爱还钱。Якщо не надійде цей транш, України буде зменшено в рази виробництво дронів. 若是乌克兰、德国甲欧盟大部分的国家拢希望会当动用罗西亚的2100亿欧元冻结资产来援助乌克兰，因过因为其中有1850亿欧元是放伫咧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比利时惊讲，若动这条钱，欧洲的公民甲企业会互罗西亚保护，随时反对。同款反对也有匈牙利。The whole idea is a stupid one, to take away the money of somebody. There are two countries which are in war, yeah? It's not European Union, Russia and Ukraine. 乌克兰的财政得到帮助，会更加有气力继续对战罗西亚。不过，川普主导的和平方案也正伫咧努力。一礼拜六，俄双方代表会先后加美国的高级代表，伫美国针对俄和平计划进行会谈，欧洲也会派人参加。Well, they're getting close to something, but I hope Ukraine moves quickly. 伫乌东战场炮声也是拢无停。顶礼拜，罗西亚讲已经摕到战略要地波克罗夫斯克，离遮东北边50公里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是继续向北边2个大城推进的重要战略地点。当地民众讲，老人囡仔拢真惊，因为即马实在唔知影要走倒位去较好。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欧盟原底是按算要甲南方共同市场的国家签自由贸易协定，不过因为法国甲意大利反对，所以是暂时签1个月。另外，也有7000多位欧洲的农民跳出来抗议，认为讲这项协议若是真正签落，恐惊是严重损害到因的利益。欧盟27个领袖组织伫比利时波罗塞尼召开高峰会，同时7000多名的农民甲1000台的犁产机，也甲欧洲议会4科维亚大陆是该踢甲拢袂过。自头起尾就强烈反对甲南方共同市场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农民，看到19个批准停书顺利结束，就拢去了了啊！有时真生气，对警方来起这马铃薯、金蕉也搁有玻璃管啊，也有人点火来烧烟啊、茶，也搁放烟火。警方是用泉水也搁放催泪ga斯，要来甲人拢赶走。The Mercosur deal is really bad for our agriculture because it's going to import stuff that we can produce here with better quality, with less phytopharmaceutical products.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迄天伫峰会宣布，要甲协定签署，延到明年1月，不过并无讲出具体日期。伊原本希望20伫巴西南方共同市场峰会完成签署，不过伫法国、意大利的反对之下，无度过关。巴西总统卢拉一度对此表示失望，威胁要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最后是伫甲意大利总理梅诺尼通过电话了后，伊的态度则来出现转变。Ela apenas está vivendo certo embaraço político por conta dos agricultores italianos, mas que ela tem certeza que ela é capaz de convencê-los a aceitar o acordo. E ela então pediu para mim que se a gente tiver paciência de uma semana, de 10 dias, de máximo mês, a Itália estará junto com o acordo. 南方共同市场是南美洲上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是世界上头一个完全由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共同市场。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5个正式的成员国。自贸协议签署了后，互相取消90%的关税。7亿8千万人的市场规模，400亿欧元的进口贸易额，也有450亿欧元的出口贸易额，将是全球上大的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伫上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推出对顶关税战争了后，开拓新的市场就成做欧盟真紧张的代志。国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日本即马全国是干那村上买2只鸟禽，而且明年1月就要行转去予中国。短期内是暂时袂阁有鸟禽来，即马正做是日本50多年来头一届境内无任何的鸟禽。胖达稳稳啊在食竹啊，外围的民众摕手机啊一直翕。这对双生啊胖达，2021伫日本一出世，就变做东京上野动物园上受欢迎的动物名称。不过，照中日2国的协议，2只胖达的所有权属于中国，只是暂时借予日本。也若租约是到明年2月，留伫日本的时間敢若剩2個月。パンダずっと日本にいてほしい。中国のものっていうのは分かってるけれど、日本で生まれたねパンダちゃんなんで。ずっと上野にいてほしいです。动物园预期伫胖达离开进前会有足侪游客，所摆限制一个人简单会当看1分钟，也按算推出线顶注文系统甲抽考参观等新规则。日本境内目前简单存这对双生啊胖达，中日胖达外交历史会当追溯到1972年，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定期会借胖达予日本做两国关系友好的象征。明年2月，这对双生啊离开东京以后，将会是日本53年来头一摆无任何一只胖达。やはり上野動物園で生まれた初めての双子のパンダという意味で、そこの部分で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繰り返しになってしまうんですけど、この双子の誕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私たちにいろんな意味で、経験とそれから、感動を与えてくださいました。本当に感謝です。虽然日本民众真唔甘胖达，但是中日2国经济关系紧张，外界认为短期内要继续招，还是安排新胖达的几率应该无悬。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后礼拜1同一个时间再会。